小弟呀，一回不遇到永安他是松江华亭枣阳人，一次小弟可素识，临死之间他冒名，啊伶俐呀，终于得情书来呀见，临死相介绍心病，今非要完人也罢，这姑爷去故里去心伤心。啊小弟，一空非是真姑啊耶，冒名云卿的情来，小弟呀，小弟上有两妻呀妹，那姑爷人死并有手迹在，小孙留下手起来，书房去到今天来，因为是我因受安慰，你去吩咐小姐妹，有人真的提起来，这两银子当面谢。啊小弟，我不看走的非是真用啊亲，还是姑爷同到李文林，旁边放的破包囊，没有元宝做多多，还有几句大风诗，又有姑爷的书信。哎呀，急了！我想仔细看是心，进来一次来迎啊嘞，哎呀！大郎走路冒风啊，带个长到水边，开始望见一晚上，一怕早你来家人，啊伶俐呀，这块心塞子啊别别，到了亲自来养的，又不找到你来家你，到我那边也有心，哎呀，那不到了人万岁，你再来破你的忠孝归呀与谁？有时你来奔新家，你要在我看见永远是不能。
白鹿用啊青，他在路在把那生。小弟是回来是人，我找出的呀金子毛名，我的小弟就小弟。这是小罪名，真的姑爷人完在咱们城外来的亲，啊伶俐呀。别走啊！那不生咱们你啊我，我只得小弟面前路用心。小弟人非人啊，我呀的事业做真。小弟呀，你的儿子在身边，就是你的身上负着用心。你看我还是那儿子女，请小姐三心一块分明。我为小弟到洋人，中途上到关定定。他找你来嫁你，小父亲为牛里问啊，又有亲戚的是真是了。那方一的伴女呀子，万岁日见闹心情。名字早郎一天是给他带来了闹用情，家里病高你不小，家里手关就知道家没男扮女装心会装。那要你的名字不啦是谁耶？这对于的病人里，还是你家里给你展现。那必须紧张能生气。你他讲讲的是那人心里，你讲是非对我说，谁叫你听得对我啊？